委派所以 M5 打高位，瘋了轉身慢動作外制，莫念三中派系，亦慳他有優勢，開賽小踢一個認真曳，收起雙杖轉三後直接複製，遺憾遭半廢玩弄。憑馬重創須取題，離途離譜不服鼓噪，誰人明我關鍵圈套？如前場留下這急速的拍道，形勢大好。茶和茶吧握實保姆，長傳防反交俾安數，留了卡斯美路摧毀我招數，無拜合手禱告。緊張針對車掣設圈套，早已安放棄子舊布加辣醋，現場手風探路，憑馬上我知道，想再穩妥收買了專家，香港筆記已收錄的像兵馬，預料相急速惡化，憑馬再次相比啦。路犯防守推前七碼，同場憑馬加辣椒架，完全料都派散多場場，對抗踢法容易稱霸，搏個好嗎？讓我出的高佬恰對家，最怕上頭尾路犯錯衰家。如火小踢一個，祈求贏波緊接交貨，有場搖頭先於鬼手的眼神，那早熱身。球場沉思保留戰士，全場狂攻都已冇用，避免我再中伏倒戈，我不揀你，無奈下盡應百禮。